今日同大家分享10組一樣串法但係唔同讀法嘅英文字，睇下你讀啱幾多組。帶領 lead， 圓 led， 風 wind， 橋 wind， 眼淚 tear， 撕開 tear， 接近 close， 關閉 close， 讀 read， 讀嘅過去式或者過去分詞 read， 所以用完成式嘅時候呢，我哋要話 I have read this， 或者 Have you read this？ 鱸魚 bass， 低音 bass， 生存或者生活 live， 現場直播 live， 蝴蝶結 bow， 鞠躬 bow， 分鐘 minute， 細微的 minute， 沙漠 desert， 離棄 dessert。 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分享多一組嘛？學到新嘢記住幫手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想揾私人英文補習老師呢，就歡迎私信我。想支持我繼續拍片或者想輕鬆地揾翻過去嘅影片呢，就歡迎訂閱我嘅 Patreon 平台。咁每逢星期四呢，都會有會員專屬嘅影片睇嘅。